演讲诗词边前道鞠躬，坤道鞠躬，讲师好，讲师好。好，请坐下。咱各位领导、各位组长、各位青年代表，大家早安。讲师早安。互我感觉到咱上天的慈悲，老作书的方主、师尊师母的代表，咱老青年的五大医生，加上咱青年、副青年，各位点老师的苦心安排，各位前辈遮的栽培，使我有即次的机会来到咱这庄严的圣堂，甲咱共同的学习，因为我才疏学浅啦吼。借着即个因缘，使我有一个学习了缘的机会。如果在咧学习的过程当中，如果不足不好的所在，盼无咱各位青年大家共我纠正。那我今日要甲咱谈课的，就是讲甲水有关系啦吼，跟水有关系的。其实咱每一工拢无离开爱用水嘛，咱透早还敢有用水？有啦，一定拢爱用水的啦。那这个水呢，在咱的生命当中，在咱的日常生活当中扮演了真大的角色啊！吼，咱每一工都无可能离开用这个水嘛。咱拢知影，人讲咧，咱生命上最基本的三大要素，咱敢知影是啥物？三大要素最基本的哦，就是阳光、空气、水。咱嘛无阳光，咱南部无通生长咧。无空气，咱若30分人莫讲人，几分钟禁看卖无开是袂活呢。你著讲你著人讲昏迷啦无开30分钟，如果禁开啦，有当时咱的脑有当时就坏死，人禁开变成是植物人啦。人讲咧，一礼拜无食物件袂死哦，但是3天嘛拢无滴水不沾的话啦。咱人脱水，脱水了后呢，咱规个器官就衰竭掉，所以咱人欠这3项的其中一项，咱无法度维持生命。所以咱这个肉体要生存的维持，就是一定要有这3项基本的要素嘛。但是咱阁有一个生命哦，咱生命要得到圆满的要素，咱是啥？咱来讲生命甲生命有啥物无共款？其实有这名称不一样，就是有它的道理在啦，有也得利嘛。所以咱老师有讲一句话来讲，伊讲你感觉生命甲生命敢有共款？伊讲咧，生命甲生命在道理上，伊是无共款的，伊是无共款的哦。伊讲生命是父母互你即个身躯哦，即个肉体哦，较有即个命哦。所以人讲你即个嘛是父母互你的哦。因为咱也无即个肉体，无即个肉体，敢有咱生一个人？虽然讲你有灵魂，但是你无即个肉体，袂当活在即个世间啦。所以人讲你即个命是父母互你的哦，所以你爱珍惜生命。共款的，即个生命到底是无共款伫倒？所以即个生命就是对天而来，原有的灵，就是讲天命之谓性，天命之谓性，上天赋互你即条灵命的本性。人讲就是慧命，修道就是慧命啊，讲就是生命嘛。当然啦，咱生命甲生命是无共款，但是息息相关的哦，息息相关。你无生命，你要安怎圆满这个慧命呢？嘛袂当啊。人讲爱少价修真啦所以咱要生命得到圆满就是爱落实去修，对身心层面方面去修到圆满。人讲咧爱修德。到尾也较有咱回归本位啦，但是生命有限，慧命无限啦。生命有一个保存期限嘛，有一个保存期限啦，一定一天拢会转去啊。但是咱的慧命是无限的哦，不生不灭的哦，咱的灵性袂死哦，灵性袂死。所以你讲为着即个肉体啦，讲为着我要继续活落来人讲做保养身体啦啥物营养品一直推一直照顾就对啊，照顾到身体作用，敢会歹？有一工嘛会歹啊。搁互你顾到身体作用，咱人敢有无常？咱人敢有意外？咱人敢有业力？虽然讲你身体保养甲做好，有当时一个无常来，一个意外来，甲
你的命守恒呢。所以咱这生命是有限的，吼、有限的啊，有一个保存期限啊。但是生命虽然有限，嘛是足重要啊，吼、足重要。因为咱爱照即个价来受即个身啊。所以人讲欠水、欠阳光、欠空气，生命袂当生存。但是咱欠德嘞，生命袂当圆满啊。吼、为虾米安尼讲？因为咱道德，就是讲要圆满咱的慧命，以后才有可能回归本位啊。如果在咱有限的生命当中，在人生的过程当中，咱也去做业做罪，人讲失德，你会落地狱嘞，咱袂当回归本位啊，咱袂当得到圆满嘞。所以咧，咱今仔日就是爱照这有限的生命来修持无限的慧命，人讲慧命永昌。啊，所以我今日讲水，为虾米讲水会讲到这生命甲生命？哦，生命甲生命有啥无共款？哦，因为即个水，伊利益万物哦，哦，利益万物，迄是有形看得到的利益万物，迄是形而下的哦，是利益万物。但是伊形而上哦，看袂到的，水有伊的德，哦，伊的德啊，哦，所以今日我要借着上善若水，甲咱做一个探讨。因为水有伊的德，人讲咧万物之间，哦，大自然之间，每一项物件拢具有道，所以足侪过去的圣贤拢借阮咧谈道，这有谈到啊，啊，所以今日我就借着水来谈这个道啦吼。人讲上善若水，什么叫做上善？为虾米老祖讲上善若水？哦，啊，我来做一个定义啦，吼，什么善？上就是尊。就是贵，哦，对一个人尊称，哦，比如讲啊，就是讲过去啦吼，一个国家，即摆是总统嘛，吼，啊，过去个国家上大迄个叫啥？皇上，哦，皇上嘛，就是对一国之尊的尊称。啊，咱即摆咧修行，啊，人讲会修法师，哦，师傅啊，伊有德性，然后叫做上人，上人。歹势，我老一定要看。哦，上人嘛，人上之人，人上之人嘛，就是代表伊讲德修啊做好诶，哦，称呼做上人嘛。啊，咱的老母娘咧，咱拢称呼啥？明明上帝，哦，明明上帝啊。哦，明明上帝就是代表咱人生哦所有的万物的主宰者，主宰者，所以称呼叫做明明上帝。哦，伊就是代表啥？无量清虚，哦，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能的真宰哦，哦，所有宇宙的总主宰者，所以人讲称呼叫做明明上帝。啊，这上善的善，哦，什么叫做善？哦，当然讲啊，善就是善恶的善啊，其实。即个上善，就是咧形容讲，无啥物比即个善更较好啊。所以即个善甲别，咱讲善恶的善是无共款的哦，它没有分别对立的善哦，啊无分别对立的善哦，是无造作的哦，伊是无为的，伊足自然流露出来迄个善，哦，足流露，人讲足自然的啦，就是由道所流露出来迄个自然的善啦，哦，无造作的。啊，毋是我因为有即个恶，所以较来做即个善，毋是因为无分别所做出来，人讲足自然、足纯善迄个善就对啦。哦，所以袂当老祖人无法度形容即个善到底是啥物善，所以家己上，哦，叫做上善啦。来个比喻，哦，来形容即个善啦。所以即个上善就是极善、至善、完美、上界悬的境界，就是由咱至善地所流露出来即个德啦。哦，叫做上善。啊，上善若水，老祖讲上善若水，上善亲像水共款啦。啊，上善亲像水共款，就是讲道啦。哦，道啦。啊，是安怎讲上善若水？伊对啊，伊就讲啊，讲上善利万，水善利万物哦。水善是利万物的哦。咱来看每一个各行各业，我在咱日常生活当中，你要做生意，要创造经济问题嘛，拢。由水来咧发展的，哦，过去啊吼，要发展一个地区啦吼，伊较早拢开发啦吼，就是先看迄个所在有水源无，水源无，
哦，较早咧饲羊啊饲啥吼，迄逐水草而居啦吼，咱捌听过即句逐水草而居。你要饲羊，你要会当，迄个动物会当生长，会当发达起来，一定拢找有水源的所在。像过去啊吼，咱若要探测对一个星球有生物无，会当带人无，第一就是讲看迄个星球有水无。吼，你后水就有生物，有生物伊就法通生存啦。所以咧，水就是讲对海洋到陆地每一个生命生物吼，拢需要即个水，无离开即个水啦吼。啊，所以呢，伊水生利万物咯，就是讲每一项物件吼，拢需要水。哦，与善人啊，水就是讲，吼每一个万物拢伊对有需要，趁需要有需要，伊就互你一时之中。水与善人啊，哦有善人，因为呢，就是讲，啥物人需要，就互你，不分亲疏啊。哦，毋是讲哦，你做芳水，芳水较芳，哦，我就互你用。啊，白素咱大小便了，迄臭毛毛，就我互你用，无，它不分亲疏，无分大细汉。吼，你要洗，吼，你要做煮的，要做食的，吼，要煮食，拢互你用。啊，你垃圾嘛互你用，吼，你要清洗拢互你用。吼，所以在人讲咱日常生活中，随意自行拢爱用着水。咱煮饭敢爱水，爱水，咱食拢爱用水。啊，工业的嘛爱水，农夫呢管来嘛爱水。吼，所以伊就是利用万物，善利万物嘛，啊无分亲疏，所以伊个与善人嘛，甚至伊功能多功能诶，多功能啊，哦，水诶功能有够济啦，会当互你发电，发电啊，互你会当互你游泳，哦，互你洗肠，哦，啊甚至呢会当工业用，哦，拢伊诶功能有够济就对啦，但是功能较济。咱逐工咧用水足简单嘞，水倒啊水泉的就有，饲都非常容易啦。但是咱若要珍惜水，但是爱用水足浪费的。无水是足痛苦的呢。所以人讲有水当思无水苦啦。有水的时阵，咱爱惜水，哦，我互恁看一个，足趣味的就对啦。迄阵吼，之前无偌久高雄不是咧停水嘛，啊，我伫网络看这个新闻。啊，即个人哈，伫即个大顶的安全帽，遮大顶，伊即个水桶，甲看伊写呢，讲橘色到水桶当安全帽，就是为了高雄停水15个小时啊，因为无水嘛，啊，咱爱欠水，爱省水个啊，啊，即个人哦，就是无通个底水嘛，所以买一个桶啊，哦，迄个红个水桶，啊，袂当摕，啊，我滴头壳顶，啊，为虾米要辛苦？啊，为着要省水啊，吼，所以咱若看哦，咱若无水的时阵，足痛苦的。咱若住喺沙漠地带，也是迄印度迄水无水通用，迄太过水嘛咧取用的。所以咱足幸运的，咱足幸福的，咱用水足简单。但是有水的时阵爱珍惜吼。啊，这是水善利万物咯，真奇性咯。但是咱人敢有真奇性？咱来看吼。咱讲啊，水拢是善利万物的，啊，敢有水灾？有没有水灾？有啊。啊，水灾敢是人，敢是水的原因？毋是啊。话讲天公伯啊，啊为虾米做这水灾？啊，规个拢移民来内底，淹到规个拢落大海。为什么会这样子？敢是水的本因？毋当时你水沟仔就无通啊，啊塌掉的啊，无地透啊。但是，有当时人讲天灾来自于人祸。即摆地球暖化，气候极端，气候极端的气候啊，毋是无雨就是暴雨啊。啊，为虾米造成气候的极端？人讲天灾来自于人祸，因为咱人是利益家己，咱肯咱活，拢喺山坡地安尼。拢起个白种啊，起啥啊？拢甲你一寡树拢错错诶，没有水土保持。啊，即摆杀业足济，啊，造成地球暖化。所以咱人就是为了利益家己，趁虚而入。这个虚就是讲软空软胖，有倒位有利益，就对两人拢想通想法。
拢为着啥？为着家己啊，利益家己啊。吼，咱人有当时啊就是安尼啦。所以咱今日修行，绝对袂使修自私。吼，因为自私就是障碍咱修的障碍物。所以咱老师足感叹的讲咧，大儿啊，你来爱家己的心，吼，爱名、爱利、爱享受迄个心，甲转换做啥？爱的爱大人、爱众生啊。为虾米？因为咱天空就是共厝内啦，吼，咱就是万的，咱共一个老母嘛，吼，啊，所以咱爱爱道啊，吼，因为道就是咱的本来的原理啊，吼，是咱原来的肉啊，啊，咱爱大人，因为咱人即摆失德败德足济啊，所以咱爱去爱大人，有不忍人之心，咱有不忍人之心嘛，咱爱众生啊，吼，咱爱人讲咧推己及人的心嘛，所以爱亲像水迄落，人讲以善人啊，与善人嘛，爱趁虚而入，不是趁虚而入啊，毋是讲趁虚而入啊，毋是为着家己啊，吼，所以咧，这是水因，吼，它有善利万物嘛。啊，搁再来就是讲水无济，伊是欠啊，负债上加，人讲谦让嘛，吼谦让，所谓官后内底谦官是上介好诶，吼无迄落歹诶，所以谦下就是上介好诶。啊，为虾米讲上歹？因为谦下谦虚，伊不争嘛，无济，伊是浮在善地诶所在。咱来看迄水啊吼，敢是向哪流？拢向下流，拢向家底流。吼，伊就无济，吼，拄着甲你动害，伊就闪，吼，啥物物件甲你动害，水就流去别位，因为你自卫啊，伊无甲人济，因为咧，迄个所在水是缺伫上低的所在，上界污落的、上界臭的所在、上界悲哀的所在，无人要教水济，吼，无人要教水济啊，所以迄个所在是上界安全，所以有善地啊，甚至伊随处自在，随处自在啊。伊流到地吼，伊拢随必到去向啊，随物浮行，流到任何所在，吼，人讲伊转弯世界当地的所在，伊就向过，吼，迂回而行，吼，啊拄着当着石头动脉，伊就啥物边啊，啊流落来时阵呢，有窟仔伊就甲补伫，啊佫继续流，啊流到任何所在，伊就默默无闻的奉献，吼，互即个万物利用嘛，吼，所以伊是无为的啦，无为的。但是呢，咱讲水无济，敢是不争气，敢是懦弱？它是一种气度呢。咱感觉看过迄个瀑布，瀑布啊吼，瀑布到十几层、十几层安尼冲落来，迄种气势有够大，有够大，足壮观的。咱来看迄个水库咧泄洪，吼，咧泄洪的时阵，哇，冲来迄种的气势非常的宏伟，迄是种勇气呢。所以水毋是不争气哦，毋是懦弱，是种的气度哦。哦，啊，甚至是一种高度，高度就是讲，伊屈在上低的所在，吼，屈在上低的所在啦吼。但是呢，咱人讲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爬，吼，这是西小人拢讲的啊。咱人拢愈爬愈悬，愈爬愈悬，为虾米？愈悬愈好啊！吼，为虾米要争？咱人无所不争啦，争啥？争出头啦！争出头，争要赢人，吼！咱若爱看为着权、为着势、为着名、为着利，敢有争？吼，拢是争啦。社会上就是安尼争啦，在职场上嘛是争啦，拢是争。啊，无争的时阵，嘛是为着要家己爬较悬嘞，为着要出头天。伫咧食头路，当然要讲吼，伊的迄落啥，伊的工作吼，会愈来愈好，愈来愈好。因为着要享受，为着要亲像人，吼，拢是安尼，拢往高处爬。但是有一句话讲咧，高处不胜寒。啊，愈悬是愈危险，爬愈悬是愈危险啦。咱若看迄个金字塔形，咱若以金字塔来看就对，下底敢是较宽，你看敢是较少。吼，啊，愈少所在，大家愈要争，啊，愈争就愈，人讲有争，就不用其极。啊，争的当中用真心，用真心机，吼，
有这就有怨有忧有苦恼啊。啊，两相争会起争执，会起冲突。啊，咱人无所不知，在家庭中嘛会这咧，兄弟嘛争财产呢。啊，有当时啊，人与人之间无注重的代志嘛咧争一口气呢。为了争一口气哦，唔愿输，嘛是这啊。啊，国甲国中间有这，为什么会战争？为着这国土，为着这个利益。俄乌战争3冬啊，所以感觉有着要平整吧，感觉比较有动态啦。我感觉吼，真正弄甲战争无赢家啦。我伫厝啊陪我怀疑啊，你看电视咱新闻报道，咧报迄落，较早较有咧报啊，即摆较有咧报啊。咧报新闻的当中吼，俄乌战争吼，迄所在啊，弄甲规个厝弄甲密密麻麻。我阿婆讲，哦，他要斩尽嘛，厝好弄甲安尼，有够可怜的啦。啊，迄都毋知影人去讨糖来啊，去食，迄食啥啦？我啊个婆婆看见嘛足艰苦嘞，讲啊他安尼，啊这百姓足可怜嘞。啊为着啥？为着这啦，这土地啦，啊这权啦，所以咱人无所不争。这个当中一定有怨有忧有苦有恼嘛。啊，这就乱啦，在这个当中，咱心嘛会乱啦。乱的时阵，咱就乱了分寸，有当时啊无所不用其极，为师道了啦，失去道德啦。所以就无安全，咱就无安全啊，心就袂安啊。但是咱今仔爱居善地哦，居在善地至善之地哦，一定咱良心本性。咱有一个善地至善地，咱知影。咱老咧讲三宝啦吼。有个讲师就讲一句做印象，讲《二世经》内底有讲一句讲：你万红鸟只求，只求就是只黄鸟，足水的黄鸟哦。伊休困的所在，拢会休迄个丘，就是迄个落蚵仔的所在啦。山落迄个落蚵仔的所在，秘遐啦。迄个所在风吹袂着，雨淋袂着的所在，上界安全啦。啊，孔子伊足感叹讲：一季比一所寄，可以不如鸟啊。一只鸟哦，会当知影去秘上安全的所在哦，但是咱人输一只鸟啊，毋知影要找迄个安全的所在，毋知影指厝伫所在，输一只鸟啊，因为咱人无注意咱的自身所在，畏畏三者，畏畏三者，其实咱这个原神住在遮，这是国神嘛，有一个原神住在遮，咱拢求着道嘛，这是至善之地，是所指的啦。所以咱来注意咱的至善之地，至善之地。所以咱的心爱受转来注意咱的现观的所在，就是咱的良心，咱的佛性。所以用咱的良心佛性，每一工拢用良心佛性做事来降互咱的心甲心嘛。如果咱也有法度注意至善之地，咱做人处世，第二兄弟姊妹，就袂去伤害兄弟姊妹，为人争啦。所以咱是非常安全啦，所以安人讲心嘛安，就平安啦。为什么咱心袂安？问心无愧就心安了啊！问心无愧，你要问心无愧，就是依照咱的良心本性去做代志啊，就安好啊。所以咱随时随地利有无害，为而不争。因为咱爱了解咱咧修行嘛，咱爱了解因果啊。人安怎坐就坐袂过天道啊。人讲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所作所为，无论你讲坐了全世界，你着全世界坐影全世界。但是你所作所为一点一滴，就无离开因果业力啊，就离开这个天道啊。所以你得着全世界，到尾啊嘛是爱落去因果业力啊。所以爱亲像水迄种的不争啦。搁再一句就是处众人之所恶，是正善意。咱拢知影，水伊有含污纳垢，就是拢咧用洗肠的啦。咱若用过水，咱洗身躯的水，洗澡洗裤啊、洗头壳啊、洗衫的水，拢是垃圾的嘛，用过拢垃圾啊。但是伊无沁浑身咯，无沁浑身，因为以己以无恶，伊水的高度就是讲。家己本身无厌恶，为什么水会当处众人之所？因为恶的所在就是人不堪、无愿意，
迄个物件。哦，不可能，迄个换着讲吼，这我做无来，这我做讨厌。但是水无咧淹没遐个物件，大家拢啊利用。哦，白所的水啊，洗衫的水啊，工厂所排出来拢是废水，拢歹的，但是他没有承认心。尤其水到尾啊，拢啥？置之于众人所不堪的位所。水到尾啊，拢留喺倒下？留喺下水道。哦，咱若袂说抢水，到尾也嘛下水道啊。哦，你啊所谓倒水，哦，咱若油涂骹溜溜的，倒落水沟，倒落水沟，倒落啥？到尾也是留喺下水道。咱知影下水道下水道是上界乌、上界红，蠓虫上侪，卡纸上侪，甚至有鸟厝啊。但是水到遐个时阵，不堪的位置哦，它处之如常。吼、所以伊是素位而行啊。伊该互人啥物，伊就互人啥物，吼、是正善意啊。吼、伊无厌恶的心嘛。但是伊即种的德，亲像君主共款，亲像一个角者共款。因为一个角者，吼、一个角者已经跳脱善甲恶、好甲歹哦，无臭、无香也无臭哦，无水也无歹哦，哦，无好甲无歹哦。我做比如啊吼，释迦世尊伊个大弟子迦叶尊者，因拢爱托钵嘛，吼，爱伊化缘，因化缘就是吼次第而行嘛，就是讲无分大细啊，无分善甲恶，无分好业甲善啊，无分水甲歹啦，吼，就是讲伊行到地就分到地。无讲哦，即间厝较好业，就分较有食哦；啊，即间较善食，就无爱分，他没有平等心。所以一天呢，开始尊者，吼，共款去化缘，啊，拄仔行到一个阿婆啊，吼，一个乞丐婆嘛，行到遐个时阵，即个去食无，足瘦的瘦到啊，衫穿袂烧，饭食袂饱，啊，伊讲剩一碗臭酸的饭，唯有一餐哦，迄天单剩即碗尔哦。倚小尊者嘛是去遐化缘，啊，咱来讲我是倚小尊者，咱也歹心，伊就剩即碗，你要搁化缘，但是这是要度伊，我是没有他有布施的心，哦，但是伊去遐化缘，这个阿婆啊化缘，伊这阿婆啊嘛是用足恭敬的心，将伊当有剩的即碗哦，今仔日会当食即碗哦，仅有的哦，所有的财产哦，他剩即碗哦，伊嘛是用足恭敬的心布施落倚小尊者。遐小尊者嘛是甲收落来，用恭敬的心甲感恩，伊嘛是甲食的，无因为讲即碗饭已经臭酸啊，伊就无爱食。但是咱来讲吼，啊，咱若臭酸敢食的话，伊嘛是会食的。所以这是一个角者的角度，一个角者所看到的，毋是即碗臭酸的饭，伊所看到的是安怎？即个阿婆啊。辛苦的心，伊由伊本性流露辛苦迄个态度，所以已经跳脱迄个好甲歹。我搁做一个比喻，师尊，哦，师尊一届啦吼，迄个时代，民国咱20几年迄个时代嘛，伊一届带，即个故事可能咱捌听过啦吼，带道亲要去拜访一个打铁匠，哦，打铁匠，啊去到遐个时阵咧。哦，打铁匠看到前辈者来啊，咱拢知影咱道场吼，人后去咱兜也是咱拢来递毛巾嘛，递茶水嘛。即个打铁匠啊，看到伊来的时阵咧，啊，前辈者来，师尊来啊，啊要摕找毛巾，因为咱拢知影拍铁的啦吼，咱敢知影，黄海的厝较早爸爸就是咧拍铁的，总了解迄种的环境就对啦。因为打铁匠拍铁，伊拢爱迄个要铁啊要磨烧，拢爱用迄个炭。啊，落去迄个用风柜，啊，伊咧，迄炭拢会烟开嘛，烟开就是讲规个乌烧烧有炭污嘛。啊，我细汉拢看阮爸爸鼻孔啊，规身躯拢烟，拢迄个乌炭来污就对啦。啊，伊嘛有一条毛巾，因为足热足烧，切开拢足歹过诶。啊，这打铁匠就是共款即种情形。啊，看到师尊来啊，找无一条清气诶毛巾，啊，就不得已嘛，就摕伊即条。哦，啊，就紧伫个边仔一桶水，桶水就是咧干粮要用的啦，铁啊、布啊，红要起一个要用的就对啊。啊，伊就边仔迄桶水嘛，就甲揉的，足兴奋，足恭敬，递给咱师尊。师尊嘛是啊，揭开呢，切切的，面切切的，手切切的，哦，要鲜花加糖。但是边仔的道亲看到要动已经袂有啊，伊就递给他，他马上说收起来，啊，就切切的。搁摕互伊，搁继续讲话。迄边仔道亲哦，
要动袂住啊。伊进来差不多就讲想讲，啊，或者无礼貌，这条毛巾只太高，要跳前辈才咧穿。但是师尊，人讲觉者，一个生命，就是人讲伊迄种的高度哦，是徛在足悬的位置，徛在上本体咧看哦，伊无垃圾，甲太高，无好甲歹啊。甚至伊看到就是讲，即个打铁匠足公斤的心来咧递毛巾哦。哦，所以伊所看是即个面哦，是迄个是上本体迄个面哦。所以咱来看哦，咱在迄道场啊吼，咱讲道场就好啊，足侪道亲啊，足侪人才啊，足侪天贤啊吼，便煞太哥等于请啊。无因为讲哦，便做太哥，互别人去做就好啊。无紧工课哦，咱道场就是有即种的心态，不挑工作做的哦，哦，此众人之所恶。迄啊，咱外口的社会人士就讲吼，啊做迄也无薪水也无迄，啊为啥要做啊？是讲我厨房做啊大人官细了官，咱嘛是人讲咧，处诸如常，拢尽心尽力去做啦。哦，迄就是种个高度啊。亲像讲咱去国外开荒，迄种落后的国家，嘛是足辛苦的，嘛是去做啊。哦，所以人讲，往往上界无简单的所在，就是处在人看袂着，点点啊去做迄啊，迄个是无简单啊。哦，我做比如啊，互咱捌一个黄南一典传书嘛，伊有写一本册《有难我来当》。哦，当时伊要去尼泊尔开荒，迄阵还袂做典传书诶。伊甲伊爸爸讲，伊坐火车要继续去国外去尼泊尔开荒。啊，伊甲伊爸爸讲，我要来尼泊尔。尼泊尔迄阵是。迄个时阵是足落伍，袂开发的所在，足辛苦的。啊，伊爸爸讲啊，你送了无班，啊身体阁歹，啊你要过遐，你著到台湾做就好，为虾米要去到迄个所在？啊，为虾米是别人去，是爱你去啦？啊伊也伊讲诶，迄个别人就是我，那个别人就是我啦。迄就是啥？伊别人无要做，我来做。伊说有难我来担。甚至伊讲一句话，互我感觉足感恩的，就是讲，敢是我讲伊足无简单的。我不怕苦，只怕心中有苦。我毋惊艰苦，只惊我心中有毒啦。吼，咱敢知影意思？伊就惊伊讲吼，心起了无好的心啦，伊毋惊食艰苦。吼，所以咱来看，前辈者、甲者就是安尼。啊，水就是亲像安尼高度就对啦。所以老师讲吼，高基的啦，这就是接近的啊啦。水下滴，吼，水下滴，就是接近道啊，吼，接近道，因为水滴就是讲处在，吼，都是无所不在的嘛，啊，水是无所不离的嘛，吼，就是讲古正，互我讲善意万物嘛，水是处在上界，上界无名，上界无这无为的，啊，水伊所作所为，就是涵盖这个道所有的特性嘛。就是教道就是接近啊，所以上善就是接近道啊，哦，就是很接近道。啊，咱逐个嘛拢有道啊，啊，为什么要还要去修道？哦，为什么还要修道？我们已经找到道了啊，但是咱敢恢复迄个本来迄个道啊？因为咱本身阁有一点仔脾气毛病，一定有啊。哦，咱阁有脾气毛病啊，所以咱爱修啊，哦，爱修道啊。所以今日互我借着水伊的滴，吼，做一个咱修持的一个标杆嘛，吼。哎，就是讲，咱知影水是无心的，啊无心就是道啊，因为伊所作所为就是足自然的，所流来是足自然的。哦，啊道，哦，就是本心，啊自然就是道。所以呢，水伊的特性就是讲，它能够守住本质。敢若讲就是守住本心嘛，水嘛是会遇着环境啊，环境变伊的本质无变。哦，水在正常的，人讲常温之下就是水嘛，哦，咱会当啉迄种水嘛，气态。但是拄着环境足烧足热，你甲烘温度烘足悬，超过100度，变成啥？水蒸气，变成气态。哦，啊，足冷的环境。哦，冷到0度以下变成冰，冰敢是冰可可，哦是冰的固态。但是无论环境安怎变，伊的本质拢无变。水伊的元素嘛是 H2O， 水蒸气嘛是 H2O，
兵嘛是一直拄学，环境跟安怎变，伊的本质拢无变。好，但是伊拢伊本质无变啊，甚至呢，伊就是讲遇到困境逆境的时阵，变成伊的正常的。水愈寒，伊愈坚强。所以伊体现愈坚强。人讲冰变成冰，冰就是钢铁的特性，哦，亲像钢铁的迄个特性，咱敢知影冰是讲嘛？吼，环境愈歹，吼，遐尼大光啊，吼，变成冰愈坚强。咱若要食冰吼，迄电锅锅的冰，咱敢是啊放个堆较会脆，吼。啊，水会拄着热如火，吼，烧到100度以上变成蒸汽，但是迄气吼，离去在一起，会变成啥？动力，一种动力。咱若看火车吼，蒸汽火车、蒸汽的火车，较早是蒸汽的火车哦。蒸汽就是讲，伊用水用炭烧变成蒸汽推动即个火车。吼，咱若看迄火车庞然大物，迄铁啊嘛，吼，迄有够重的，骨力重的。啊，迄个力量，你看蒸汽遐会力，啊，送会行，会当振动，会当振动，迄就是伊的力的力啊。迄就是讲，我的环境歹。足寒足热，拢会变成足刚强的特性。足热的当中，我会变成蒸汽，伊动力就有出来。所以讲变成困境逆境的真善缘。那么咱人到困境，咱人嘛是共款有困境啊。人生来到这人世间，敢有一帆风顺的？无一帆风顺的啦，无大家拢顺风顺水。咱来咧赖互人来讲哦，你啥物咧顺风顺水哦，一生拢顺的，敢有可能遐好？咱会条条大顺嘛？咱会当顺吗？无可能啊！甲安尼咱人做人敢有迄个，人讲人生苦海，无可能啊。咱带起来共生啊，每一个人拢有考验，有困难，哦，有各种人的考验就对啦。但是，人讲世间的常态就是讲变嘛，无常嘛。啊，咱每一工嘛是拢爱变遐，会遇到遐个困境、难境嘛、难关嘛。但是拄着即个难关来的时阵，人讲逆境、困境，咱的火吼较无够，咱心敢会变。心有当时会变呢，有当时会压伤呢，会人讲会像我讲我无爱收安尼。所以咱今日咧学水就讲，环境安怎变，你爱守住本心啦，吼。所以咱老师讲，道理的心就是移动易变，咱人的心就是安尼，无达到分迄个境界，咱的心有当时啊，一个环境来的时阵，咱的心就动摇。所以老师讲有的徒儿哦。伊无讲全部，伊讲有的徒儿哦，一点考验就不行哦，有一点仔考验就无法度啊啦。真正有当时会安尼咧，考验来时，你会感觉人讲咧，足无奈的呢，嘛是会呢。我的先生讲，你无拄着的，你迄考迄个题你拢毋知咧。真正有诶，咱看别人无食着迄个苦，咱毋知影。但是有时候在这个考验来看咱的迄个耐力、定力，咱的活泼啦。但是有诶就无法度啊，火候无够嘛。啊，有诶拄好一点仔压力就不行了。咱人拢有压力，有经济压力，有身体上嘛是压力啦。哦，经济压力大部分拢是经济的压力啦，工作上的压力啦，拢有啦。吼啊，一摆去阮迄个咱咧屏东的道亲遐，吼啊去申请嘛。啊，讲到即个压力的问题，我也问讲，今年吼，旧年啊算旧年个啦，风害拢足济嘛，啊，迄个风雨嘛足济。伊讲哦，今年阵啊，风无收足少的，这敢有压力？安怎咧？本下落啊，收成无够。啊，有当时啊咧，丰收的时阵，像即摆高丽菜足俗，无够成本啊，迄敢有压力？嘛有啊。高丽菜讲去互喷一粒10箍，迄一领材啊，一个材啊就几箍咧，爱下肥咧，爱喷药，爱搁甲照顾咧，拢无够成本咧，迄敢是压力？其实人生都有压力啦，大家拢有压力，但是压力来的时阵，袂堪伊压力就无动力啊，有压力就无动力啦，有的突破一点委屈就不行。什物叫做委屈？做到流汗吼，人嫌甲流汗，迄叫做委屈。啊，吼讲无影，迄种委屈。啊，有当时嘛是安尼啊，咱所面对的因缘无共款啊。
也有委屈啊，也有无奈啊，哦，啊嘛有一点仔苦就有法度啊。但是这个问题，迄人生的常态。人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大本小本尔啦，大家拢有。但是这本经煞要念，别人无法度帮你念，无法度啊！家己爱去考验，爱去体会这本经的意涵啥物？为虾米我有考验？为虾米我有压力？为虾米我有委屈？为虾米苦难？你爱去遐想，在咧受苦体会当中，你的感受去遐觉醒啊！你要去感受，去觉醒啊！哦，因为咱咧听到你咱爱明理，咱能因果业报。你无爱接受即个苦，敢就免接受嘛？无可能啊！哦，你爱去，你艰苦接受，你嘛是爱接受；你欢喜接受，嘛是爱接受，拢是接受。但是你要欢喜接受，要艰苦接受。你若欢喜接受，你就咧无形当中咧消你的业障。啊，你若无欢喜接受，你搁去怨叹的心，去埋怨的心，愤气怨地，甚至呢，搁去做遐做多，若是啊，业上加减呢。哦，所以一个明理的人，在受苦的当中，伊会感受，会去觉醒。人讲食好当做食补啦，在过程当中激发咱的动力提升啊，对啦，家己就对啦。哦，所以咱来了解诸行无常是甚物？因为一切因缘现象界就是变化的啦。咱世间拢是咧变的，无可能常在。一天呢，互我婆婆，即摆身体拢较歹啊，吼87岁啊嘛，毋是遐安怎就是遐安怎，啊，就感觉讲吼伊足艰苦的，啊，就人生下遮苦啦，我讲人生本来就苦的啊，啊，我较我歹食较老啦，我讲无可能啊，你夜话烧无了，要怎转去啦？我话比如讲啊吼，咱爱想较开的，看较开的，这是咱来这人世间爱去遐接受、爱去遐了的因缘。啊，所以咱嘛免计较啥物，计较足济，哦，不要计较，因为现象来变化，人讲咧缘起成空诶。我嘛做一个比喻啦，人生就是安尼，有生有灭。我讲吼，以咱台湾就好啊，咱台湾人口只有2300万人嘛吼，2300万人，100担后。到你活较久的102担好无？打出是迄啊，活到102担啦。102担了后，咱所有的2300万人拢无伫个。哦，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现有的啦，吼，现有的，伫个人世，伫即个台湾即摆现有的人啊，102担，讲啊，当然就对啊，102担拢无伫个。当然，伊会阁生生不息，阁繁殖后代，但是现有的哦，已经不在了。所以这毋是人讲的自行无常啊。缘起成空的啊，但是咱了解一点就是讲，咱本源的本体是如如不动的哦，如如不动哦，所以咱的即个人讲虚幻的，咱这世间是虚幻不实的，但是咱无可能离开即个虚幻不实的环境啊，咱嘛是爱去面对啊，啊要用啥物心去面对？用如如不动的心，人讲如梦幻泡影，应作如是观。哦，咱如梦幻泡影，咱无可能离开如梦幻泡影的环境，但是咱应做如是观哦。如是观就是讲爱守住本心。咱的肉体会伤着咱，是讲咱破病会伤着咱的肉体。哦，别人甲咱欺负，虽然讲伤着咱，但是咱若如如不动的心，咱这个灵性袂去互伤害着。哦，咱会破病啊。身体会艰苦，但是袂去伤害着咱的灵性。所以呢，人讲不变随缘，何处毋是道场？好人毋是菩萨啊。哦，但是呢，咱人有当时啊，无法度处在即种的环境啊。所以如何能够处在这个因缘各种因缘？咱有一句话啦，讲哦，不变随缘，就是讲亲像菩萨。有一句话南派古语讲吼。殊无暇，何处归南海？哦，殊无暇，何处归南海？南海是讲迄个南海所在，对遐才是南海哦。心静即复土定静哦。哦，这就是讲咱在即个虚幻不实的因缘当中，用着本心去应对应照，在即个因缘就是讲，咱就是
处在即个净土的所在啊。但是咱有即个顺境搁逆境嘛。人讲一段讲，顺境流走偌济活菩萨，逆境成就偌济动因起来。但是敢是顺境逆境的问题？其实毋是哦，是咱人的心的问题。但是咱人的劣根性，处在顺境当中，咱较会迷失自己，会笑。人讲诶，较会放逸，迷失自己。哦，所以在顺境当中歹修行啦。啊，其实哦，你也要想哦，顺境逆境拢共款啦。互我做一个比喻啊吼，在师尊的时代啦吼，20几年迄个时阵啦吼，有一个打领名的张典传师，啊，伊领名了哦，伊头路做啊足顺，趁足侪钱哦，趁足侪钱，就是顺境当中就对啦。到尾啊，伊娶一个小老婆，娶细姨，娶细姨了吼，一个韩道长知影了，伊就安怎跟他成全啊？就去遐讲，你安尼毋对，你领名的点传师，你三清四净你无修，无修五伦八德，无修即个规戒，你是个领名的点传师。伊怎切着一个啊？伊讲我敢做会当点倒啦？伊讲我不能定夺，咱来找师尊，找师尊讲，当然就师尊交约啊。这韩道长就叫咱师尊要去找伊，就将这个经验讲互咱师尊听。带这个张典传师去到因遐，伊驶一台车，当时要有一台车是无可能的哦。迄阵做落雨的时阵啊吼，较比较迄个足古早的时阵，要有一台车足无简单的。这个张典传师伊就开一台车，在即个迄个韩道长去到遐的时阵，咱师尊亲身出来啊，开门到遐的时阵，甲开门甲迎接，引进因的内底，甚至呢，请伊上座，佮旁地互这张典传师啉，着伊啥物拢无讲，但讲一句话，你以后爱好好修啊。咱师尊迄种的行为，伊流露出来，迄个德性甲震撼伊的心。因为咱师尊迄种的德性嘛，人讲迄个顶有即句话尔，伊就怎啊，感觉种有话伊做毋对啊，烦恼归家。但是伊安尼敢袂使，一个点传师领名的点传师呢，男女不亲啊，所以伊天命互吊销的。所以就是处在顺境的因缘当中啊，伊会当领名，代表讲伊是凡世是生缘而来哦。但是人讲菩萨用过世之辈啊，来到遮顺境当中就迷失自己啊，所以流走了多少菩萨。但是来到逆境当中，相反的哦，逆境当中嘛成就足多大因气啊。所以咱道场嘛是足济啦，在这千万万苦冰山雪雾，伫足恶劣环境之下，拢有当修持本心，成就佛教菩萨。所以咱过去以来，以往以来所有的诸佛菩萨，对一个是在考验的因缘当中所成就的。这段就是不修习菩萨落来混混的。那为什么会当成就不修习菩萨？这就是咱老母娘抛给他的果位哦。伊的果位是咱老母娘放的，因为伊的精神是不修习，伊的本身无着靠的时阵，伊的自无体，环境足歹的冰山、冰霜、雪雾，伊的外口无变。人非言讲，伊古早要来开放，要来办道，迄是人讲诶，毋比咱即摆开放的时代。迄时阵要修行是足困难的，但是伊心无转，可是伊的道情啊，永远存在。办道的心无退，所以在这过程当中，伊提升伊的心情，培养伊的定力，甚至在这过程当中，就是咧实践利益本身啦。这就是亲像水迄种的直共款啊，守住本心嘛。再来就是讲，咱本心要守住本心要怎做？怎么做啦？爱有净化功。要达到本心无有污染就是咱来讨买净化，因为咱人拢有污染嘛。咱来到这个人世间拢有污染嘛，所以咱来学水会自清的功夫。因为水会当洗皮肤啦，拢咧互咱洗肠的嘛。咱若垃圾身躯太多污垢的时阵要冲凉嘛，嘛是爱用水啊。洗出来就是讲遐水拢是肉哩，拢垃圾。所以水互人洗肠了后，伊
脏了自己，使他人干净。但是到尾啊，也慢慢沉淀净化。水啊流到尾啊，流去大海，嘛是变清的啊。甚至一桶水，有当时啊，咱若有垃圾，更故意的沉淀，沉淀的是上清下浊，顶悬是清的，下底是落的。但是咱人，咱敢有污染？咱有污染吗？咱的生死轮回嘛是污染吗？所以观世音菩萨伊有讲一段话，伊讲安怎呢？伊讲咧，咱下生命为虾米伫遐咧轮回不息？因为就是咱不断咧污染。咱来咱这世间已经6万多年啦，来一世，念一世，来一世，过一程，6万多年啊，塔啊顶顶塔塔。所以咱拢有染，所以讲咱咧脱离轮回，咱在不断的自我净化。因为咱这污染是造业的根源，轮回经济啊。所以要了发因果轮回，就是讲爱不断自我净化。咱有污染无？咱的贪嗔痴嘛是污染啊，咱的失去品性嘛是污染啊，甚至咱的脾气毛病，迄嘛是污染啊。咱有烦恼心无？烦恼心嘛是污染啊。咱的生气的心无，嘛是污染啊。所以咱今仔修的，就是爱去掉这污染，把它净化干净啊。爱不断的自我净化。所以咱今日为虾米要听道理？这是接受华语的滋润。听道理就是互咱明理，明理了后，咱就爱透过修，透过改。要怎修，要怎改？就是讲爱有反省，要有反省功夫。但是咱会讲我无做唔对，要反省啥？但是我拄则有讲的啊，咱每一个人有业识种子，有遐业识的种子，对细来，咱有每一个人有业识种子，咱有脾气，咱有个性。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往往拢会用着咱的业识去做工课，用咱的脾气毛病去面对真事物，有当时会安尼啊。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一句话，一项代志，人讲经典相应的当中，用咱的业识去分辨，用咱的脾气去应对哦。所以有当时往往咱拢会有意无意讲着一句话，有意无意讲着一句话，这句话，有时用咱的个性所讲出来。比如讲同学啊，同学讲话有当时较直接，这句话讲出去了后，人伫遐咧无欢喜啊，咱伫遐无欢喜哦，咱都毋知影伊无欢喜安怎，咱就去想着啦，安尼敢有毋对？安尼就是毋对啊。有意无意，就是由咱的个性所流露出来，所以这个性流露出来的物件，咱会做毋着代志，但是咱毋知影毋对，迄个是毋对，嘛是毋对，咱毋知嘛是毋对啊。这毋对，咱也毋知影，敢会继续做，嘛是继续安尼啊。所以咱为虾米咱会去脾气改毛病？咱的个性有的人本来个性较朴实。但是经过修改了后，渐渐改，就恢复较顺的个性。所以咱爱反省，爱知错。要反省，要良知的觉照啊。咱咧反省，用咱的意识咧反省，自我意识反省，看袂着家己的毋对啦。你也爱想，我咧也无毋对啦，我讲即句话无毋对啦。因为用你的意识咧反省，毋是用你的良知去觉照，看袂着家己的毋对哦。所以自我意识管的人不知错，傲慢的人不知错，毋知影毋对。所以咧，咱要反省，就是用良知去觉照。甚至反省是咱修道初步功夫哦，因为你无反省，毋知影毋对，毋知影毋对，即个毋对会继续反过，会继续一错再错，不知错会累积罪业。你做毋对，一定会做即个罪业嘛，所以一定爱反省。反省了后咧，知影毋对啊，爱改进啊。你知影毋对，你无去改，永远这毋对嘛，共款会继续做。所以要防，爱改进，怎么改进？一定要悔过改过嘛。因为你无悔过，袂当消业债，袂当消业债啊。甚至咱知影毋对，拄则我讲的，一个傲慢的人，不承认自己的错，甚至为着错咧找理由啊，那些是安尼啦。
人讲的面子过袂牢啊，无迄个勇气是毋对啊。但是你毋去改革，你今仔这个存在啦，袂当消灭一个。你也无改革咧，变成轮回经济啊，轮回经济就对啊。所以咱悔革，怎么还悔过？咱若真正悔过，真正忏悔哦，你会感觉良心足不安的，你会感觉足懊恼啊，为虾米我会要安尼做？你会感觉足艰苦，迄才真正悔过。你会感觉足艰苦的，你良心发现了。你为着要弥补这个过失，你一定要悔过改过。你会讲严格的要求自己。弥补过失嘛，你一定严格要求自己。我一定要做坚持我家己的。你若真正悔过改过，你可以达到停损。有一个术语叫做停损点啦，毋知敢捌听过？咱若无咧要股票就毋知影。停损点就停住，佮损即个利益去啊。动态就对啊，莫讲继续了就对啦。叫做停损点。甚至咱咧修道因缘当中嘛会当停损哦。你错过改过了后，你重新做，你无搁去犯过啊，你就袂搁去做损益的代志啊。迄叫做停损这个德啊。你有去改过就会当达到这个作用啊。甚至会当重新重生啊。重新做人啊，浪子回头金不换嘛，迄就是重新做一个新人啦。甚至呢，咱若无去做毋对的代志，无去犯错，会当闪避地狱之门啊。迄是足好的啊，因为咱做做的一定爱落地狱去审判嘛。所以悔过改过是非常的重要的对啊，咱修行一定要有这个功夫嘛。要怎做？爱落实去做啊，就是爱念念自净其心，念念自守其行啦。咱人常常咧讲修道、修心。但是我们修了多少？修德修心修偌济啊？修道修心不是一个口号，是一个口号哦。咱拢会朗朗上口。修道修心办到尽心，我们尽了多少？我们修了多少？所以咱若无对咱的心性真正去下手哦，迄真正是真正修行啊。所以念念的随时随地，因为咱的念，这个念是刹那之间而已哦。真念、近念、后念是念念相续的哦。这个念是一直人讲，亲像迄落水安尼汗流不断哦。去一个念，有当时这个念去了，一个动作了，搁另外一个念搁驶出来。所以咱的念头爱足谨慎的，是自净，而且家己去修的，自己真的下功夫去修的。念念自修其行，要怎修？而且讲即场课，敢是咧修？不是。咱老师讲啊，足坦白的，讲你无对你的心性真正下手道功夫，都不算是修道。伊讲啊足白，讲毋是去一间佛堂，就是咧修道；毋是来听一场课，就是咧修道。真正修道，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伫个每每角角的因缘当中咧修。就是讲在咱的大环境之下，在咱人甲人事物互动当中，你每一个心念，人讲咧一念一论，迄个每一个心念，要紧听到迄个一个听，已经听到迄个听到即句话的时阵，迄个当下你的感受，迄个心念是啥物心？甚至你应对出，你讲即句话到底是啥物话？有伤着啦，无伤着啦。迄人讲眉眉角角，迄做细微之处，迄就是咧修，毋是来道场才做修。道在日常中，伫日常生活当中就是透过咱的身口意，做认真、做谨慎去遐做就对啦。简单来讲，咱爱谨慎咱的身口意啦。当然，咱若透过慢慢修、慢慢堆叠、你到尾你真正有法通净化咱的心性，有落实去做就对啦。到尾咱良知良能体现。当然，人讲本心本无染的嘛，心静自然静啊。本来无一物，都存在平安。但是咱有染，所以咱即摆搁咧修啊，咱搁咧听道理啊。
所以爱修修啊，亲像本心共款，迄个花拢亲像本心嘛。所以人讲修心，到尾亲心亲近下本心。所以咱心无念的时阵，咱的心自然就静。这个静就是寂静，寂静是无作用哦，是寂然不动。寂然不动，它还有作用，伊是应在外在因缘当中，伊是无受污染。就是拄则互我讲的，心无暇，思无暇，何处非人海？处处这了是净土啊！当然要达到这个境界啦吼，嘛是透过咱爱慢慢修，慢慢修啦吼，拢爱搁修就对。搁再来就是讲，咱学水的心量广大，拢知影水心量广大，伊无要取舍变动实法嘛。因为水咱白逼川嘛，拢汇聚各种水都可以就对啦。流到尾也流到海，流到迄个大海，成就迄个大海的大啦。甚至水伊会当相容各种味道哦。咱咧厨房遐咧煮啊，你咸好落，迄汤啊咸好落，伊嘛是接受。啊，你牵个酸好落，伊嘛是接受了对啊。酸甜苦辣嘛，伊统统接受。咖喱你泡咖喱敢爱水，咖喱是苦的啊，他嘛接受啊。酸甜苦辣伊拢接受啊。伊毋是讲吼，甚至咧迄个芳味，毋是讲我做芳水，我较爱。迄个臭高水我无爱，他都喜欢，他都接受，嘛无讲喜欢不喜欢，他都相容，甚至相容各种颜色啊。你红的互落伊嘛接受，乌的互落你甲破乌接伊嘛是接受，红的嘛是接受，黄的嘛是接受，你拢接受就对啦。所以伊水是心量广大哦，咱就是爱学水这种心量广大哦，心量广大就是讲。咱不排斥异己啊，无排斥，你跟我，就是人讲有当时啊，咱落去应用之间，就是有好甲歹嘛，有你甲我嘛，咱人拢有这个分别心，人对我歹，我就足讨厌，敢袂安尼嘛是啊？这个人做了代志，我看了足袂好，所以为虾米会本身甚至在咱家庭当中嘛是会呢？嘛是有当时会起迄落口角是安怎呢？所以三情纷争就对啦。但是咱爱心量广大哦，去圆融，心量广大。所以心量广大就是讲你爱具备了你的慈悲心，爱有智慧的心。因为呢，咱即个世间就是无圆满的嘛，无可能圆满。所以在这无圆满的因缘当中，咱要去安怎去圆满？怎么去圆满嘛？当然你要圆满，就是讲咱要有宽容的心。你要有宽容的心，你要有慈悲心嘛。你慈悲心，就是讲你会去慈悲心，就是讲一个达赖喇嘛伊捌讲一句话，伊讲咧，慈悲总比怨恨好。因为人甲人相处中间啦有好言有歹言。有吉的，也有顺的，嘛有善的，也有恶的嘛。有当时人甲相处中间，有当时会摩擦，也是安怎？有当时咱会生气，会怨恨。当然怨恨的时阵，咱的心会艰苦啦，会感觉足切啦，甚至想要报复也是安怎？但是咱若慈悲心了，宽容他，安尼毋是足好吗？会当去圆满啊，去圆满啊。所以人讲咧，你有慈悲心，总比怨恨好啊。因为慈悲，就是平静。你若怨恨心，就是无平啊。心量广大，一定要具备了慈悲心甲智慧心嘛。因为咱有看袂惯势的代志，就是你智慧无够，你看袂透。世间的事好歹，你若有智慧，你会当去圆融。你心里很清楚，当然事有好甲歹是共位嘛。但是这毋是咧讲，咱去宽容去包容，是讲咱不明事理不分善恶毋是哦。我们很清楚，但是咱徛较悬的角度去看，一切拢是缘起成风的。甚至你有慈悲心，就是你有看无起的人，看不起的事。你无智慧，就是因为你智慧无够。你有智慧，你当然就无迄个看不惯的事啊。所以啦，我咧讲一句啦人对你歹，过去的不好，我都把它忘记。别人对咱的歹，咱怎么放互袂记？
代表我们去宽容他。啊，别人的好，咱若记住，代表我们有感恩的心。所以咱若心爱当存这个感恩的心、宽容的心，世间敢有纷争就没有了啊。所以咱爱讲啦，自然啊，迄是正常的。哦，啊，人生的百味拢是亲像人，咱人生所食的苦，酸甜苦辣，毋是咱咧啉咧食迄个嘴的感觉，是咱心的感受，咱所面对环境所感受的酸甜苦辣，咱人拢有这个因缘。哦，所以咱迄就是咧成就人，咱爱心量往来，亲像水海内百川的宽度啊。哦，啊，搁再来就是河水迄个刚柔并济，刚柔并济啦。伊讲，道理讲一句啦，讲天下无柔弱于水啦。哦，天下的所有柔弱，无比水搁较柔弱啦，无啥物比水搁较柔弱啦。哦，甚至咧要讲即个坚强的，无一项比水搁会当胜过即个水啦。咱若讲水虽然柔，但是伊的光本来足光亮的就对了，因为这就是伊的柔定嘛。哦，所以柔会当胜光。所以水的性就是有即种柔弱的力量嘛，柔弱的力量嘛。我互咱看一个影片啦，伊的柔弱，但是伊的弱柔就是